政府推出新青安房贷是要帮助民众买厝，不过即马外界伫咧质疑讲，这新青安政策有帮助炒房几率。财政部长张翠云表示，财政部长要求公股银行就要加强贷款的审查，还佫稽查。不过这第六届房市管制措施限制买第二户贷款的趴数降低到60%，将有可能影响到要换厝的民众。新青安政策实施10个月，已经52000人来买厝。敢若新青安贷款受理金额，金额对去年头一季220亿，大大增加到今年头一季是1331亿，占房屋贷款总额25%。今年头一季无论是新厝、旧厝厝价，还佫房屋贷款申办户数，拢是创下新高纪录。房市接收入，新青安是不是互乱用？引发讨论。加强贷前的审核以及稽查，贷后的稽查。那目的呢，就是要防杜运用这个新青安贷款，一个不正当的一个作为。新青安贷款对去年8月开始，有计实施到2026年7月31日。这位年满18岁，也是翁也是某未成年子女，名下无自有主体，拢会使加入。贷款的额度上悬1000万，利息补贴1.5倍，延贷40年，宽限期5年。不过帮助少年人买厝的比喻，恐惊随5年宽限期一个月，会因为大家开始甲厝卖掉。我要辛苦30年，但是不见得会有比较好的回馈。即使只有5年，我觉得是不够的。央行总裁杨金龙推出第6波房屋市场管制，6都加上新竹县市第2户贷款的成数降到60%。也不过专家认为讲，要房屋市场较另外有限，有可能影响到正常换厝的需求。假如你已经是刚签约的，那还没跟银行申请贷款的，那这部分的话，资金上可能就会出现缺口。最近1-2个月要交屋的，那你可能跟预期的贷款有落差的，它也会出现一个资金的缺口。专家认为，通货赔定无消毒，房地产加税投资保单的收选，又有半导体 AI 投资，加上新青安业务话停，央行即摆出手，恐惊敢若会使互短期的交易量较低落来，希望厝价明显落来，也是真困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